喺書入面，廖智嘅故事真係好震撼。佢喺地震入面失去咗兩隻腳，同埋失去咗家人。咁樣嘅打擊對任何人嚟講都一定會好難受。不過佢就冇因此而放棄生命，相反佢就選擇咗努力學習跳舞，利用舞蹈同埋笑容去面對人生。佢甚至企喺舞台上面鼓勵咗好多人。此外，佢仲有喺醫院入面舉辦一啲交談會，幫助醫院入面嘅人舒緩心情。對佢嚟講，生命嘅美意就係就算遇到再大啲嘅困難，都一定會找到希望，並且將呢一份力量分享俾其他人。廖智係一個善良同埋樂於助人嘅人，佢嘅勇氣同埋堅毅令到我學會咗，就算遇到困難都一定唔可以輕易放棄。其實我哋都應該要感恩生命入面嘅美好嘅事，佢經常匿埋喺我哋生命入面嘅小細節入面。例如有一次，我落雨嗰陣時，我冇帶遮，正喺度煩惱嘅時候，朋友就主動同我一齊擔遮走返屋企。雖然淨係一個好細嘅舉動，但係那一刻我就已經覺得自己唔再孤單。仲有另一次，喺考試之前，我非常緊張。朋友呢又再傳一句簡單嘅話：你一定可以嘅。雖然淨係短短嘅幾個字，不過咁樣已經令到我充滿力量。我覺得生命嘅美意來自於自己能唔能夠不斷學習同埋成長。當我遇到挫折嘅時候，雖然會覺得好沮喪，但係每一次跌倒都令到我更加堅強。就好似廖智一樣，佢用自己嘅經歷同我哋講，困難唔係終點，而係令我哋更加進步同埋珍惜生命。另外，生命嘅美意還喺我哋嘅手入面，能夠把感恩傳出去。當別人幫助我哋嘅時候，我哋都會希望喺人哋需要幫助嘅時候能夠伸出援手。咁樣嘅善意就係一種循環，令到世界變得更加溫暖。最後，我想引用廖智嘅精神，只要心懷感恩，就一定能夠看見生命嘅美意。希望我哋都能夠珍惜當下，感謝身邊嘅人事物，活出自己嘅光亮。多謝大家。